2026年3月8日四旬期第3主日，福音耶穌是活水，是湧到永生的水泉。恭讀聖若望福音4章5節至42節。那時候，耶穌來到撒瑪黎雅的一座城，名叫色哈爾，靠近雅各伯給他兒子若瑟的莊田，在那裏有雅各伯井。耶穌走累了，就順便坐在井旁。那時大約是第6時辰，有一個撒瑪黎雅婦人來打水。耶穌向她說：請給我一點水喝。那時耶穌的門徒都到城裏去買食物。那撒瑪黎雅婦人就回答說：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？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一向不相往來。耶穌回答那婦人說：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，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，你或許早就會求他，而他也早就賜給了你活水。那婦人問說：先生，你連打水器也沒有，而井又深，你從哪裏取得那活水呢？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？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，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裏的水。耶穌回答說：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喝；但誰若喝了我賜給他的水，他將永遠不渴，並且我賜給他的水，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。婦人說：先生，請給我這水吧，免得我再渴，也免得我再來這裏打水。耶穌向那婦人說：去，叫你的丈夫再回到這裏來。那婦人回答說：我沒有丈夫。耶穌說：你說我沒有丈夫，正對，因為你曾有過5個丈夫，而你現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說得真對。婦人向耶穌說：先生，我看你是個先知。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，你們卻說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穌回答說：女人，你相信我吧，到了時候，你們將不在這座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。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，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，因為救恩出自猶太人。然而時候要到，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，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，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。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。婦人說：我知道默西亞義即基督要來，他一來了，必會告訴我們一切。耶穌向那婦人說：同你談話的我就是。正在這時，耶穌的門徒回來了，他們就驚奇耶穌同一個婦人談話，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，或你同他談論什麼。於是那婦人放下自己的水罐，往城裏去，向人說：你們來看，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事，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？於是眾人都從城裏出來，到耶穌那裏去。這期間，門徒請求耶穌說：辣彼，吃吧。耶穌卻回答說：我已有食物吃了，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。門徒便彼此問說：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食物嗎？耶穌向門徒說：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你們不是說還有4個月才到收穫期嗎？看，我對你們說，舉目看看這些田地，莊稼已經發白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，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。如此，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。正如俗語所說的，撒種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們，在你們沒有勞動過的地方去收割，別人勞動了，而你們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。
城裏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，他向我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。這樣，那些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面前，請求耶穌在他們那裏住下。耶穌就在那裏住了2天。還有更多的人因為耶穌的宣講而信從了耶穌。他們向那婦人說，現在我們信，不是因為你的話，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，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。上主的話。如果你知道天主的仁慈，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，你或许早就会求他，而他也早就赐给了你活水。喝着水的还要再渴，但谁若喝了我赐给他的水，他将永远不渴，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。活水提醒我們信仰並非只是一種宗教活動，而是與耶穌的生命相通，源源不絕地吸取愛、希望與更新力量。當我們讓這股活水在心中流動時，也能像那位婦人一樣，成為他人認識基督的橋樑。主，你確實是世界的救主，請給我活水，免得我再口渴。